上的最后一首歌，什么多歌能听得唱？第18首歌了，好久没唱那么多首歌，很快哦，感觉像没那么多哦，被笑话占据。再来一首，我们准备要过去吗？没有，最后一首，老祖，这个是原音社的吗？对，这首歌是以前我们一个长辈的乐团原住民的很少，以前比较少有原住民的艺人出来，这个乐团叫做原音社。原住民音乐社这样，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叫《A 麦到天亮》，然后里面有一个长辈就是我们村庄的，我说村庄是在好茶村，一个长辈他叫许敬德，一个不冷，他所写的一首歌，永远是原住民。这首歌对我们现在原住民的大专生都，他十年前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哎呦喂呀！下一张有照片。我同学有来，他们现在都已经30几岁了。我同学30几，我今年22。对我们原住民大学生也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在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永远是原住民》，然后献给大家许敬德许大哥，这个阿妈呢，她在上个月因为生病的关系，跟病魔缠斗了很久一段时间，都先过世了这样子。然后很感恩她留下这么多动人的歌曲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当做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样。不管是不是原住民，他生活在台湾这个岛上，我们就一起努力，一起为我们的土地奋战，好不好？好。
中原。祝你